好，那都回来了哈。好，那我就随意抽啦，但应该每个人问题都可以问到哈。好，有一位观众想要问微如，爸爸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你画出来的反应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他我要回到那张作品一下，有人想要先猜一下他反应是什么吗？好，他的反应居然说：“你怎么不画像一点？”其实我爸他觉得我画的东西是奇奇怪怪，从以前就开始觉得了吗？不是我高中以前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画，他就是说：“你真的很厉害耶，你画的这超像的，我都画不出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到了大学之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画一些比较像的？”他说：“你可以画一些一般人比较喜欢的，会觉得说看得懂的，然后会觉得说或者是他会说，你要去跟什么有名的老师学啊，叫做什么师承谁谁谁啊。”对，所以我爸看到我作品的反应，虽然我没有说，就是他看到的反应居然就是可以再画得更像一点，或是让别人觉得更喜欢，不要说画的这样奇奇怪怪。他居然看到自己在作品上的反应是这样，我是有一点傻眼的。我的真情流露有没有？他居然跟我说这样。那关于他的部分呢？你还画了那么多他的葫芦对啊，他就说他没有特别跟我说什么。哦，对，他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你画这样，我要不行这样。整个画面，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啦，就是也许他可能不善言辞吧。他可能也许有些什么感觉，但是身为一个爸爸父亲，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有些你通常对家人有些话可能也没办法讲得太清楚，所以可能会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其实我觉得你透过画了一幅跟他有关的画这件事情，就已经蛮让人感动了。就是如果是身为一个家人的话，就是我知道我的家人画了一幅作品是跟我有极其相关的，对，而且我可能还根本没有听过你对我有这样的观察，对，他就是某种程度这些讯息呈现在作品里啦，对，所以我爸的反应就是。我就暂且想象他是很开心，但是他说你可以再画得像一点。反而是我跟我姐看到会觉得很喜欢，就觉得有一个家庭故事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距离蛮微妙的。家庭图像，对，了解。他们看到这幅画，我说你姐跟你的兄弟姐妹，像我姐就说有读到什么讯息吗？她就说不知道，因为我姐以前也是会说。你怎么画一些都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如果有加的这个系列，他就觉得他看得很懂，他很有感觉。他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他可以很明确的指认他内心中的那些东西。然后他说这个红线很像是脐带的红线，就是一个生命的泉源，他就有自己的诠释。我以前画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知道在干嘛。”对，他可能就没感觉。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创作啊，我不管是至于创作者或观者，我觉得他都有一个关键，就是试着跟自己建立关联。当你跟他有关系的时候，不管你是画的人还是看的人，这件作品对你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哈。好，第二个问题，在成为艺术家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什么嘞？最大的困难哦。我必须说呢，你现在叫我艺术家，我都还是觉得非常的尴尬。对，就是可能宁愿人家说你是个创作者就好，因为艺术家这个词，觉得那个责任重大，好像一座山还是什么，做艺术家就应该要很伟大，或者为艺术奉献。所以听起来我到现在还不太会说我是个艺术家，但是。如果说做创作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自我质疑，对，而且在比如说求学阶段，
或者是到现在为止，偶尔或时不时那个东西还是会跑出来，所以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要坚持，而且因为很容易听到一些，就是听到各种质疑的声音的时候，就会你自己都在质疑自己了，又听到别人的一些疑问或问题的时候，你会更怀疑。所以做创作，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第一件事就是自己会一直质疑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到底在干嘛？这样，对，那这个是心理层面的，然后再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实层面的，就是以前都会在学校求学阶段，老师会叫你不要想现实经济方面的事情，但是你毕业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其实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找到现实，就是生活上的平衡之后，你才有办法好好做创作，不然你根本没有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虽然你好像即使今天好像状态比较好，不质疑自己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你的经济来源，那你没有办法做下去。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第一个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然后把这个质疑的声音，就是有时候要暂且忽略。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经济上要保持一个平衡点。对，就是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的啦。感觉都需要一段时间去找到自己的方式跟答案啊。那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有很多尝试，然后失败或成功。那我觉得就是需要一个，我背后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第一个要有勇气，第二个要有毅力。就是我觉得常常面对失败之后，就是你要再一次去面对一个极有可能在失败的事情，它就是需要再提出一个能量或者是一股气，那我就称为勇气。就是有时候是看似很简单，但是在你跨过那个坎之前，都是一件很难以想象得到的事。好，那后这个问题，台北生活久啊，如何重新掌握生活中的敏感？这个问题你要不要看一下？它的语句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想一下如何重新掌握生活的敏感？好，我这边先那个台北生活久了，就是第一个一定讲的一定就是很麻木，因为你要关闭很多感官，你才可以比较不受影响。就是不然你就会什么东西都要进来的话，你就会一定就是会爆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因为你离开那个环境之后，你自然脱离了之后，你会刚脱离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瞬间是最敏感的时候，因为你等于脱离那个地方，然后你就算是我回来了，但我也是回来之后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那是一个移动上造成环境的落差，所以基本上换了环境，那个敏感度很自然会最一开始会先出现，就有点像是你如果去国外的时候，你就会很敏感，因为就是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会有很多感官的打开，所以如何重新掌握生活中的敏感，应该是说比如说我待在这边有一段时间了，那我要怎么重新找到我生活中的灵感？那我当它又成为了一个新的日常的时候，对，它成为新的日常的时候，就是我刚讲的，我要重新变成说，我还是要时不时想说，我这个做创作好吗？或者是这个画面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偶尔脑筋还是会思考的创作的一些东西。就是如果要有作品要做的话，但是重新掌握生活中敏感，可能有时候移动还是会直接移动到别的地方会比较有那个但我觉得你今天分享一直有提到移动或者是比较无意识这件事情啦，就是说你在执行一个劳动，比如说骑机车，但是因为
有时候你知道吗？骑车久了你根本就不用想太多，你就是只要油门吹，然后动啊个动嘞，安尼就是基本上只有这几个动作，所以那个脑袋是醒的，但又不是那么思考性的，所以就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有一个无目的的追求，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准确哈，就是他有一个地方要前往，但是在这个过程你没有特别在追求什么的状态底下进入你感官的事物，好像就它某种程度会被用另外一种视角再去被理解。对，那所谓的生活中的敏感，如果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蛮刚刚好的话，好像蛮回应到我的现况的，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你就会觉得啊，加干拉波萨，或者是说你好像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你在重新你有好像1年前好像很有活力，对，但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又变得没有感觉不到那个活力？只是好像告诉自己说啊，你必须做，你必须做，对啊，就如同创作之于创作者之间的一个命运纠葛，就是我不知道有些创作者都会就是你知道吗？一段时间就是尤其出社会了，不一定创作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对，除非他可以赚钱，或者是马上变现。对，那如果它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你又去做它，那势必有一个更大的动力在背后。那我就会想问看微如，你有在这个所谓的进入现实的一个挑战之后，那我们这样重拾对于创作的一个两个东西，一个是热情，一个是自信。虽然你还是会觉得时常没有自信，我这边要讲就是很现实，好，就我提到我说我就是刚回来那时候，刚这边这个问题也有提到说，重新掌握敏感，就是刚回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画了很多植物嘛，我那个环境上落差很大，所以我做了很多比较生命力蓬勃的一些作品，然后之后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做作品了。就是都沉寂下来很久了，就是工作，因为你也没有特别说有展出的机会，然后没有人要，你不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好像没有特别的目标，所以我真的是因为刚好有人找我，就说我们想请你做这个主视觉，就是做艺术创作，然后去重新有一个发表，就是那时候有谈有展览这样子，然后才突然说，好像那个展览成为一个目标，然后你再重新，就是你要很现实，就人就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展览定下来了，你重新再去做创作，那你做创作的时候又找到你当初做这件事情的快乐，就是没做之前就一直没办法行动，但是你做了之后。又重新在过程中找到那个热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头要先洗下去，就是你要先，就最难的就是开始。你开始，然后你有一个目标做之后，你就可以生出那一系列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开始，就是我可能我的自制力也没有很强，我就会一直就不会再做了。那就是有开始做了之后就，更多人看到，那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邀请，或者是再有更多的展出的机会，所以就反而是有人找我做，那我就是有运气好嘛，有人找我做，那我就也是认真的去把我会的，把我可以做的，就是用力的去执行，然后就又有下一个机会，我就继续再做这样子。对，所以很现实的就是有人找我做作品。然后我有个展览，然后我就做，然后做了，效果也还不错，然后就再继续往下走这样子。但我觉得这段其实对有在现实中尝试让创作持续发生下去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创作某种程度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它的理想性，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表达自己啊，关心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啊。但是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他没有一个得以持续或生存下去的条件，我说创作得以生存的条件的时候，那其实这些事情也会变成一种消耗而已啦。那我觉得维鲁是有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好，那因为这边问题都问完。